那中国真侪所在低温创纪录，即马气候反常，极端气候是影响全世界。目前美国的东北部受暴风雨影响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而且超过70万户失电。也那南韩今年上强的寒流嘛已经到位，低温是零下的，会影响一段时间，真侪所在拢在落雪。另外，伫印度的坦米尔是落大水雨，当地做大水，目前嘛知影造成3个人死亡。 美国东北部落暴雨，纽泽西州、宾州东北部分地区落超过13毫米，附近几个州落雨超过10毫米。新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阵风每点钟113公里。为维吉尼亚州、向北往新英格兰地区超过70万户停电，马州70个人暴风吹倒树地死。当局应要求民众尽量踮伫厝内。 缅因州州长米尔斯宣布，州政府办公室10号下晡关起来，各发声明，不好雨线期几点钟之内会搁较强。波士顿奥根国际机场10日早起所有航班停飞，100个航班取消，370个航班延误。纽约地区机场将近80个航班取消，超过90个航班延误。另外，南韩拄经历今年上强的寒流。 一直伫0度以下，济州全罗道沿海地区差不多伫0度，京畿道、江原道寒流警报，首尔10日透早气温降到零下7度。 코트도 사실 너무 더워서 그냥 들고 다니거나 그랬거든요. 근데 진짜 너무 갑자기 하루 만에 조금 막 추워지니까 약간 지구가 걱정돼요. 当局预报，中部甲西部地区19开始落雪，首尔20上低温有零下14度，可能会是今年冬天上寒的天气。印度暴雨伫南部坦米尔纳都邦引起毁灭性大水，10个有雪地区学校金融机构关门，有人不幸死亡。真侪居民尿水、车浸水，惨也引起部分火车忙处取消，互数百旅客滞留，超过7000个民众撤离安置。 当局已经针对真侪地区发布红色警戒，佮表示暴雨可能会继续到19。公视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